你都唔自在嘅。唔係，我哋想就係冇時間出，我哋想入去啲牌。OK 嚟啦 ，PSA 大 pair 10嘅2.0啊，唔係你哋可以照講嘢嘅，係咪？你哋照講嘢都得㗎，冇問題。只不過我係開 live 插 PSA 啫嘛。我講嘢不嬲都小心。咩啊？我講嘢不嬲都小心。你唔好亂咁爆嘢咪得咯，即係話你好唔話你係基啊嗰啲就唔好亂咁講啦。佢唔會講假話。大聲啲，你可以再加油。咁呢度應該係 reslap 咗嘅嘢嚟嘅，咁我望一望，應該冇你份係嘛？你有咪就係你成日都唔俾卡我 grade 咯？係咪要我喺 live 度澄清呢一點？冇卡點得 grade？又扮明明有女優卡又唔 grade，明明又玩 AV 女優卡又唔 grade。好，咁啊 reslap 嘅呢個係，咁啊應該有4張，咁我望一望啦，睇下有冇個分數，最緊要係呢張啫。哇，點啊？呢一張，因為卡主就唔小心，咁啊10分啦，噴火龍呢張應該係5週年版本嘅10分，梵高10分，同埋一張 Danny Ellie 嘅 Prism 啊，咁啊呢啲全部都係 reslap 嘅嘢嚟嘅，咁就係啦。先落海啦。喂，我擺翻入去先。我見佢保護做得咁好，我決定擺入去先。咁我知道呢盒就係 reslap 嘅嘢嚟。好，咁啊嚟啦，公佈下成績嘅時間啊。究竟有幾多張10分呢？咁如果有想 grade PSA 嘅，都歡迎攞上嚟㗎，因為都係啦。咁啊就嚟出團㗎啦，咁所以就如果拎卡上嚟就會計落下一團，即係呢團嚟緊出呢團嘅後邊嗰團啊，即係會再遲啲先，因為截咗單啦，已經開始處理緊，準備寄出啦。唉，咁攞晒出嚟先。去翻呢邊先啦。喂 ，total 8盒啊！喂，攞走先。好，嚟啦！哇，好似好快就下半場咯喎。咁我就順序啦，我就因為佢卡面有寫晒 number。好，第一盒。哦，哇！一嚟就係蒙面超人，咁啊係啦10分，跟住一張應該係 WS 嘅 Captain Marvel 10分，然後呢個 Pixar 嗰盞燈啊8分啊，咁啊當然有盞10分嘅燈啦，跟住一張 Jordan 好舊噶啦呢張9分，一張卡馬雲加嘅 Go Wave 限10嚟嘅，咁啊10分，然後卡馬雲加嘅 Tie Dye Slack 嘅9分，一張唔知邊個 grade 噶啦呢張，咁啊韓國百變怪啊10分，跟住再一張百變怪10分，呢張比較我哋要研究下究竟點解會咁差。披薩盒比加超，跟住一張中文版嘅月衣10分，然後一張杜拉格斯嘅 R 星啊2畫10分，跟住一張都係 leader 嚟嘅呢張應該10分，報落嚟10分，
然後飛離10分，跟住一張2星嘅 Secret 悟空10分，一張2星嘅 Secret 超4悟空10分，一張美版嘅龍珠啊比達9分，一張元氣彈悟空10分，然後呢張係咩嚟嘅？我都唔識，10分 N 嚟嘅喎。好，咁啊，暫時就第一盒，冇第二盒啦，第二盒。好，跟住一張悟空10分，一張都係悟空，哇，銀色版啊，應該成 set 嚟嘅10分，然後一張超2悟空10分，超4悟空10分，好似幾好啊，啲成績唔錯嘅。威哥啊，威哥，你睇下係咪同你嗰個一樣連號會唔會好啲啊？因為我順序開，你睇下會唔會同你個 packing 一樣連住？跟住一張 K Cunningham 嘅 Prism RC 18分，然後一張 Eamon Thompson 啊嘅 Red Wave 10分，然後一張 Eamon Thompson Ultra Thompson， 哇，呢張咩事啊？得6分，然後 Bucelas 嘅 Most Prism 係啊，125。因為我順盒開㗎，所以你我順翻盒我哋順序咯。但係我 mix， 不過我唔知啊，因為有啲係唔同分數，我分開咗咁樣。好似就係嗰陣成棟擺翻埋頭先，已經忘記咗。陣間啫嘛，你呢啲咪有得去。好。跟住一張都係 Bucelas 嘅 Prism， 呢張係225啊，9分。然後一張 Slack 嘅曼聯 logo 10分，一張 E-Bar 嘅 Manga 9分，爭少少啊。然後一張 Sharper 9分，一張 K Cunningham Silver 9分，一張K Cunningham 呢個係 Breakaway 啊，Variation 9分，然後一張 McLean 9分，跟住一張 SGA 8分，然後一張立邦嘅斑馬，哇，呢張正啊，10分，但係好奇怪啊，佢咧我唔知大家睇唔睇到。佢呢度係條偏拉嘅，但係佢都照俾10分，奇奇怪怪咁，係10分。然後一張哇 Jordan 啊，8分 Hopes 嘅 Jordan 啊，Lee Sharper 9分簽名，跟住一張 Dylan Jones 啊8分，好。咁啊，我先攞開咗呢堆先，咁我就5分10分住啦。咁我就按次序排翻先。咁啊，等我一陣啊。好，咁啊，第3盒，因為想快啲分翻俾大家，咁所以我就5分10分啊嗰啲去啦。咁我原盒直入翻就算啦。咁啊，等我一陣，搭翻好先。好，咁啊，繼續啦。第3盒，咁啊，一隻急凍鳥10分，跟住雷伊貝日版10分，然後一張海豚盒10分，都係日版嘅啦。然後
一張沙內朵嘅 SAR 10分，哇，好正喎呢啲。跟住一張 Master Ball 嘅水衣背8分，然後一張哇，呢隻又唔記得咗啦，我有嘅 Milando 19分，呢張係 SAR 嚟嘅，都係啦10分，不過呢張就，然後一張竹蘭烈歐綠沙10分，然後一張中文版嘅粵衣9分，海豚盒10分，然後葉衣背啊10分，跟住一張，哇呢張差啲喎6分啊百變怪，然後一張哇變裝比加超9分，然後一張變裝10分，哇呢張正啦，有張變裝10分，跟住再一張變裝10分，哇數錢，再一張10分，邊個咁強大？歸咁多變裝，跟住一張 Jabari Smith 9分 ，auto 按卡 auto， 然後一張，哇呢個唔識 ，Dalen Terry 9分，仲有一張，哇呢個好似 AJ Mitchell 啊，最近好似幫人放過，但係得9分啊，但係好似有少少假啊佢都，我都唔知，我哋都要研究下，唔好問我呢張究竟發生緊咩事，我都想知。好，第4盒，轉頭先啦，佢會Patty 嗰張。好，蛋糕嘅衣背10分，跟住一張仙子衣背10分，哇！森林完全冇得打。Master Ball 火衣10分，一張 Manga 嘅馬天尼尼10分，一張 Kaboom 嘅馬天尼尼9分，一張旺仔嘅蓮花限白嚟㗎10分，然後一張衣背嘅 SAR 10分，跟住一張龍珠，哇中文版嚟㗎10分，悟空同菲利最後打最後一擊嚟嘅。美斯嘅 base 9分，哇跟揼卡，哇邊個㗎呢張？似想俾我充公啊！10分啊，呢張嘢勁啊！拉克斯嘅 beta 百盒限定拉克斯10分，跟住極巨化嘅唔係 Remix 嘅比加超啊10分，即係極巨化啦。然後Rafinha Yamal嘅巴塞 Team Set 盒 Auto 8分，跟住一張火鳥10分幹部啊，然後一張係爭少少啦，呢張係我叫火馬騮9分，超夢夢 UR 10分。然後傻鴨，哇10分啊，正！整體好似 Pokemon 真係歸得幾好啊！10分，阿塞羅拉啊呢張，唔係喎，呢張唔係劍狗啊，蒼響10分，仲有一張奇樹嘅咩海燕啊，唔記得咗啦，10分。
咩大王海燕啊？係咪叫做？希望我冇記錯名。好，第5盒。哇！打到爆光，數碼暴龍喎嚟緊係，哇！呢張幾靚啊，10分，巴達獸，然後紅蓮騎士獸10分。哇！甩下先，哎呀8分啫，大空翼，然後代獸嘅尾板9分，一張代獸嘅尾板10分，然後一張古代蜻蜓9分，定係呢張係咪古代蜻蜓啊？已經唔記得咗啦。Even Carter 8分。再嚟一張9分，Bucellus， 再一張 Bucellus， 再嚟8分，然後龍珠，哇，尾版龍珠都有10分啦，哇，差啲3比0。係渣啲，比達10分，唔係維拉係真係強嘅，哇！3形態嘅思路10分，再嚟 Pokemon 啦，尾版葉衣8分，然後伊貝9分，我應該點擺咧？咁樣擺啦，跟住奇樹嘅9分尾版啊，白龍10分，一張鯨魚9分，然後一張急凍鳥9分，咁我入翻落盒先，為咗唔好撈亂大家，同埋排得快啲嘅。好，第6盒，哇！天女獸10分，哇！呢張正啊，呢張係 PS 第一隻出嘅數碼暴龍 game 啊。10分，然後一張金色嘅悟飯少年旗10分，然後火衣貝 Master Ball 10分，再一張日版嘅衣貝 SAR 10分，三尖分 Tiger 9分，跟住一張三尖分嘅 Zebra 9分，然後一張三尖分嘅 Growthy 9分，三尖分嘅 Sled Stained Glass 9分，一張三尖分嘅 Manga 9分，然後一張 Jordan， 跟住一張紀念卡嚟嘅立邦嘅 50K 10分。跟住一張鯉魚龍嘅 Master Ball 8分，一張仙子伊貝啊，唔係喎，呢隻係月伊啊，唔係太陽伊貝10分，一張伊貝10分，一張百變怪10分，再嚟一張百變怪10分，哇數錢喎啲百變怪，再一張百變怪差少少啦。呢張8分，好，呢張都正嘅 V 仔10分，好，
好，第7盒，咁啊仲有2盒啫，好快。哇！遊戲王底喎呢個，究竟有咩啊？睇下先，一張青蝦白龍6分，再幻變卡8分，係啊，有人 grade 萬變炮。威哥啲 friend 嚟嘅，但係佢係貨有翻個殼嘅啫，係啊。啲幻變卡佢都擺得好耐嘅，相對地，你都好似有㗎，係嘛？仲有分好多都唔係好靚仔嘅啲分，但係佢試在有個殼保護翻啲卡嘅啫，所以我都快立一轉就算啦。有啲色都變變地。係啊，因為你嗰陣時唔會識佢點樣 keep 呢啲卡噶嘛。嗰陣時如果我知道會發達嘅話，我都識 keep 啦，係嘛？500號算 keep 得幾好。難嘅嗱，因為同埋你以前咧呢啲卡咧會喺扭蛋機扭出嚟噶嘛。啊，係。咁佢會要花㗎，係啊。夾硬攝出嚟。跟住一張 Jordan。係越舊嘅卡，因為我哋以前唔識保養，咁啊好易出事。我呢張其實有9分，好勁。呢張太大，仲要舊卡嚟嘅喎。好 Pokemon， 哇，簡中嚟嘅喎。然後一張，哇，好多阿塞羅拉的伙伴喎。再嚟啦，不過呢張差啲，7分。啱啱有2張10分啊，8分。邊個歸咁多阿塞羅啦？台北比卡超，恭喜晒10分。果然翁8分。尾版真係有啲挑戰性，我想講。有啲好 last one。有兩張彈喎，似，不過我唔知咩，唔開啦。咁有2張，唔知點解佢包咗呢個嘅。咁啊，威哥會同翻當事人聯絡噶啦。咁啊睇咗先，哇正喎！UR 嘅比卡超10分，好靚哦。跟住一張麥金啊9分，紅色 V 仔中文版嘅店賽冠軍卡啊10分，再嚟一張，哇呢隻我唔識。但係都係10分嘅，因為有3張，如果齊嗰3張就正啦。奇樹10分，整體而言啲10分都多啊，都係10分。沙奈朵、夢夢151嗰隻啊10分。森林追翻球啊！下盤守護者，哇啲 V 仔全10啊，犀利！披薩克比卡超8分，同埋一張青眼白龍6分。好咁啊，就係咁多啦。咁 PSA 我哋係繼續收噶。如果有興趣想 grade 嘅就上嚟啦。CGC 都可以嘅，都係啦，都可以繼續攞卡嚟俾我哋 grade 嘅。咁啊係啦，如果有啲咩想知可以 PM 我哋問啊。咁啊就係咁多。好 ，thank you，拜拜。